你知道嘛？做邊界嘅善人係有實力嘅強者。喺呢一個複雜嘅社會裏邊，我哋既唔可以一味咁退讓咁去做好人，亦都唔可以四處咁樣去招敵去做呢個刺頭。曾國藩喺一生裏邊俾咗一個啟示，就係真正有能力嘅人係可以剛柔並重，呢個係一個做人嘅藝術。所謂要有菩薩嘅心腸，亦都要有金剛嘅手段，亦都意味住內心裏邊一定有善良同埋一個包容。喺必要嘅時候，一定要果斷同埋有強硬嘅手段。當你接觸嘅人越多，經歷嘅事越多，你就會明白真正有能力嘅人唔係嗰啲冇衝突嘅能力，而係可以控制衝突嘅能力。唔係唔識撕破面啊，而係有能力去選擇喺咩時候用咩嘅方法去搲爛塊面，並且有能力喺搲爛塊面之後去收拾呢個殘局。希望你都可以喺唔傷人嘅情況底下，都可以做一個有能力嘅人。呢個係一個修養，係唔會傷害你嘅氣場，亦都會令到呢個世界試住企圖去咁樣磨平你自己嘅稜角。記住，有啲稜角係用嚟保護自己嘅，有啲鋒芒係用嚟捍衛自己嘅原則。做一個有鋒芒嘅善者，當一個有實力嘅強者，或者呢個就係跟曾國藩俾我哋最寶貴嘅一個人生。所以我創立呢個泰加奶嘅時候，我哋有善良嘅一個嘅初心，同時間我哋有時都會有呢個稜角。我哋就係希望將呢一個嘅美好嘅願景傳承落去。請繼續支持我哋泰加奶，俾我哋一個最好嘅人生智慧，不停咁透過創業嘅時候，一齊去修行，一齊去令到自己成為一個更好嘅自己。支持泰加奶。